商量了一下，想让我姥姥跟我姥爷来咱家住，那些生活用品啊，都是给他俩买的。哎呀，小希啊，要不还是别让你姥姥和姥爷他们过来了，他们年纪大了，跟你们的生活习惯又不一样，那接他们来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？妈，这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咱不是一家人吗？再说了，这些年我姥姥我姥爷也没来过咱家呢，趁着这次机会来啊，咱们得好好的尽尽孝。儿媳妇啊，那妈谢谢你了。妈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等我姥他们来了，咱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，多好呀！做父母的为自己的孩子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他们老了，咱们就得全力的尽孝，你说对不对？儿媳妇啊，你说的对。哎。